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直播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金华城案件今仔日检方有去敲申请经合应晓秘的办公室，而且也甲因顶人列作是被告。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小连续表出这政治现金加小包，也阁用补助款买个人上班的风波，有风声讲会请假暂时离开党主席。国际实用社吉联会奥亚赛昨选手进场的时阵，中国选手抢咱的国旗，咱的选手也甲抢倒转来，主办单位也谴责中国队这款的行为。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金华城案件。检方今仔日搁再行动，指挥这廉政署去敲威京集团的总部，也搁有子公司中石化、中华工程，甚至是这台北市议员应晓秘的机关研究室等等。甲威京集团的主席申庆经，也搁这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应晓秘等人呢，以被告身份来约谈。北检发现讲，这申庆经涉嫌诬陷应晓秘，才有可能是要处理这用职的问题，而且有可能私底下接触到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专案会向违反贪污等罪嫌来侦办。媒体规个包围台北市议员应晓秘，人跳廉政官大会，伫镜头前嘛大声替家己背会。身正不怕影子斜，好不好 ？OK， 好。互人带走前，搁再一届背会，暗过应晓秘，互人认定甲金华城案有牵连。检方发现伊涉嫌帮助定情，帮助的对象是伊。他曾经是我幻想的骄傲，但是也是我18年的悲伤。威京集团主席申庆经也是金华城创办人，互人控告找应晓秘协助处理金华城应急问题，搁私底下接触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即马原来互检方约谈。伫威京总部大动作所在，检验2倍分真揭露，威京子公司中石化、中华工程也甲应晓秘议会研究室真侪位拢互所在，因为检方为应晓秘的账户有查到，甲威京集团等人有金流往来，怀疑有收钱伫办代志。大会审庆经应晓秘、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等人以被告身份询问。无任何一任市长图利金华城，只有金华城37年来的被霸凌。那陈玉坤对外百法冤枉，这届审庆经嘛写请辞文来回应金华城应接伊法令申请，佮讲郭文哲毋捌讨钱，颠倒是副市府甲瓜市府有官员亲身也是派人来讨过，毋过伊无妥协，毋只互金华城申请用职，一直互人报复。副市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争议不断，为前台北市副市长平金星到真侪都议会委员，包括是学者的陈春堂、陈明杰、行政院前秘书长刘玉山，检方进行密集约谈几60人，都是要调查金华城用职率伫郭文哲任内安怎为392%提高到840%。尤其应晓秘的面当会，互人讲是关键，替金华城找解方，自创应届奖励。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还好哎。除了金华城案，检方要调查是毋是有对价牵涉到道理顶罪，由民众甲政治人物各北市区考察市场改建等案，郭文哲互人指控真侪件案件，检验拢要一项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人这东华商场本地营运厂商大吉公司细数的负责人，伫咧前市长林佑昌任内经营商场期间，为着避免因为缺失去影响到东华立体停车场继续拍契约的条件，对2018年开始呢，就乌西圣诞的市府人员等人，也拿信利路立体停车场标案，是因为乌西同款有摕到标案，家人地检署今仔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这细数的负责人。也有涉案的市府人员总共11个。家人东华商场案件是机动分军检方调查，发现前市长林佑昌任内2015年9月办理东华立体停车场营运预算案，东华商场原营运厂商代理公司投标了后，对2016年开始到2021年中间，涉嫌连续乌西这4单的市府人员，由这4单的市府人员事先甲市府督导重点甲代理公司讲，协助减少客债缺失，以免影响续约，总计贪污95万。大致公司于取得经营资格之后，于107年2月至111年7月间止，持续以现金行贿交通处所禁用的人员陈某，预先将交通处的督导重点、客诉等情形来告知大日公司。
另外，检方调查2022年市府办理信义停车场委托经营案，4号基情涉嫌影印经营管理财务试算表，交予姓陈的嫌犯翕相，泄露予代理公司。代理公司调表了后，又搁乌西这姓陈的嫌犯100万。该弊案为前市府林佑昌时代发生，也是前朝官员遭到起诉。市府对于相关的厂商与涉案人员都已进行相关的惩戒与停权作为。检方认为，考虑姓陈嫌犯成立犯案，请法院好好来量刑。4号基情是中国甲的主管，却是涉嫌来涉密，应该相当量刑。个人市府应该停职，姓陈嫌犯该度雇用契约。另外，代理公司涉嫌违反公司法偷走税甲诈欺得利这罪嫌，包含4所负责人甲8员工拢被列做被告。因为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式的起诉书，等到收到起诉书跟当事人讨论之后，那我们会来出一份正式的声明给社会大众，来表明大致的立场。第六专案委任律师强调，也未收到正式的起诉书，会甲当事人讨论了后，再过来决定未来伫法庭的答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食用射击联合会是全世界上界大的射击运动协会。4年一届奥亚赛27开始，伫咧印尼举行，上报有32个国家上千名选手参加。不过，当各国选手进场的时阵，中国选手却把咱的国旗扭倒落来，咱的选手也随抢倒登去，要向这主办单位来申诉。最后来，咱的国旗是有挂倒登去，主办单位也谴责中国对这款的行为是不符合运动家的精神。4年一届奥亚赛开幕，世界各国参赛队伍陆续进场。台湾队的国旗也跟其他国家国旗同齐出现。活动进程所发现插曲，台湾选手加裁判单品又发现进场进程插有台湾国旗的期间又加真大力，原来是3名中国队的选手在扣咱国国旗。当时就非常愤怒，因为最近奥运我们才一直被阻拦嘛，国旗的部分，所以我当下就是很生气的冲过去跟他们3个要抢。第一时间，单边又冲起嚟，将国旗夺回。随向主办单位抗议无偌久，主办单位搁一摆挂上咱国国旗，也请人伫边仔看守，避免搁发生插曲。在3个月前的泰国比赛里面呢，也发生了中国运动员对我儿子，因为他当时是比赛的场监，也就是所谓的裁判，他在执法，他们不断的在台下以言语骚扰他。这场比赛是国际实用射击联合会4年一度的奥亚赛，日一开始为期2礼拜，至少32个国家，超过1000名选手参与。IPSC 成立伫1976年，是实用枪击领域上大规模、历史上久的组织。比赛讲究的是选手伫无同的环境中实战射击，考验准确度加速度。台湾早伫24年前就加入，选用国旗是台湾队的代表旗，多年来拢是安尼，毋捌遭遇类似的情况。即摆互扣落国旗，主办单位发声谴责中国队队员，也受理台湾队的申诉。后手真正要处罚动手手旗的中国选手，恐惊爱面临禁制，也是终身夺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侦察机最近头一届入侵到日本的领空，引起印太地区局势紧张。国防部今日发布有中共军机30只来了乱台湾，外界也关心讲这中共军机敢有企图想要入侵咱外岛。这国防部就表示，咱对该放军的动态拢有伫咧掌握。中共新冠印太区域局势紧张，中共的侦察机伫最近第一遍入侵日本的领空。国防部伫咧2月也发布。侦察强机30台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西南加东部空域27台次，国加上强舰7台次，公务船继续了台。外界关心强机是毋是比较侵犯日本领空，后一步会侵犯咱外离岛的领空领海。这种有可能侵扰我们领空领海的行为，我们也有相对的应对的方案的一个准备。另外，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国军的内部报告讲，中共伫去年西太平洋军演费用是4928亿，目的就是要试验掌控第一岛链的西平。于中共近年来巨额的军事投资，其实已经对于周遭的区域环境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国军强化建军备战，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上紧伫9月就会下基地接受训练。严格团讲。干部人力甲装备拢真欠，所以一寡步兵营的干部集体向立委陈情。对此，国防部承认新训旅是这么人员甲装备拢无够的情形。在战争的时候，
它是需要靠扩编动员，包含到它的车辆、它的一般装备是要靠民间来动员，它是只有主要的火炮、主战装备是满足的，就掌握相关的状况，也都主动的去完成相关装备的调拨。伊那国军执行铁马朝鲜发射拖射飞弹，但是射中率偏低，全国有停止的声音。陆军是否认，讲这边操作的官兵有一寡较有经验的人，带超过一半的新人，传承实务的经验，因过会伫后礼拜提出检讨报告，进行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大政府第27执政满100天，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起开记者会，向国人报告未来新政策。针对最近这限制贷款的风波，杜英泰是强调，政府袂去限制，也讲伫咧9月初6进前呢，会做出互民众安心的决定。也强调讲，若总有人乱用这新青安政策做出违法的行为，也会出手互这政策等到本地用意。跟总统的互相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太极图一样。用太极图来形容甲赖总统直接的方式，指挥清楚，分工真有。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举行行动创新 AI 内阁执政101的记者会，向国人报告未来新政策甲新建设，嘛针对基础建议打造治水这议题论述。对于最近的限贷令风波，杜英泰讲，政府无限贷令，并预告最近会找央行来开会，了解安怎伫9月初6前做出互大家安心的决定。政府不会有限贷令，积极的作为是对的，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一般的、已经进行中的贷款的这些对象、这些民众，对他们的权益不应该造成任何的困扰。央行发布5点声明回应，讲最近民众申请房贷困难，不是央行请银行自主管理不动产贷款总量引起的，而且已经通知国人调整过程，无应该影响无自用主体民众买厝。申请案带动房市升温，杜英泰讲，若做有人误用乱用政策的原意，做出违法无规矩的行为，政府会透过更加大的力量，让政策重新来进行。外界嘛关心立法院新会期伫要到啊，执政团队要安怎应应，不是多数党的状况咧。下个会期，因为面临总预算的审查，那个状况一定会比现在更紧张。不过还好，我们的部会首长已经有1个会期的这个经验，我们还是诚意沟通，人民优先。另外，针对企业加薪的问题，行政院确定明年军工教加薪3%，希望民间企业也会当调整。杜英泰特别提起，有一寡营造厂已经加薪11%。9月初4就要召开最佳工资审议会，相信委员会思考经济的果实，和全民共享。记者综合报道。新青安房贷推动了后，却造成房市更较热，也因为这金融机构贷款总价特别满，中部建商为着要协助民众去办这买厝贷款，就会去问这台中中华农会，看敢有机会合作无。下晡3点外，台中市潭子区农会信用部的柜台也是真无闲。新青安房贷去年8月上路，房市9月销路，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挖近满水位。中部地区建商为着协助买厝的人办贷款，向农会询问合作机会。潭子区农会最近这个月来问的加3成。外面的商业银行，他们的水位大概房贷的水位大概都满了，我们的那个房贷的询问度大概有多了大概3成左右。新屋的话我们大概我们也是可以做到8成，但是我们农会的话现在大概都做6到7成左右。其实，唔那商业银行8大公股行库嘛感受到房市真热。彰化银行2次举行第2季的发售会，表示目前房贷受理案件量侪，爱排队拨款，房贷有额已经挖进警戒线。截至今年7月底，本行的房贷余额约为新台币4580亿元，较去年年底增加约490亿元，成长率为12%，已接近了警戒水位。目前是排队拨款当中。台中市不动产开发公会统计，台中市今年前5个月涉案的金额已经超过2100亿，而且今年总涉案的金额有机会突破5000亿的贷款，佫创下历史新高。贷款银行少无，转向农会体系去问，甚至跨县市的农会嘛气节来问去。我们这边只有收到反映，是到农会询问房贷的这个情形是有增加的。我们申请的部分是8月的前2周，1周的平均进件量大概是200件。
那上一周大概就有230件。农业金融署表示，全国农会询问房贷拢有增加，8月申请贷款的案件每礼拜拢维持伫200件左右，房市会热偌久，还佫有待观察。不过，房贷市场已经渐渐出现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收到这朋友送伊的这麻糍礼盒，不过这礼盒还未过期，包红豆啊加土豆啊的麻糍呢，说是来生果，是惊甲唔敢食。生产礼盒的厂商出面回实咧回收产品，而且向卫生局通报化验，要来确认这生果的原因。另外，高雄有民众反映讲，23去到前金区一间居酒屋用餐了后，当天登记说是吐甲流，也者是认为讲这有可能是卵出问题。啊那卫生局已经接到12站。身体无爽快的通报，目前已经启动采检调查，下令业者对26开始停业5天。卫生局警员一项翕相，搁查找实在的检体，因为高雄前景区这间居酒屋，和民众投诉23一阵7个人去食饭，过程发现肉无熟，要向店家反映，对方说讲无问题，结果迄天登去，所有人开始吐个流。肉品吗？鸡肉还是什么东西？蛋？应该是蛋黄。蛋黄、对，但是那天就有做全部销毁。截至目前，既接获用餐民众12人出现有腹泻、呕吐等症状，最早发病日为8月24日，目前无人住院。店家初步怀疑是卵出状况，讲隔当天离时就自主停业消毒1天，各种亲像有问题卵全部销毁。卫生局稽查是发现店内垃圾桶无冚挂，作业环境冷冻无温度记录表，实在无离地肯定欠点，下令业者为26自主停业5日，也针对实在环境进行抽检，以检验地备源。那共款引起食安疑虑，也有包装礼盒。依然有民众收到朋友送的麻糍礼盒。拍开所发现，红豆啊加土豆口味的麻糍生果啊，不过麻糍有效期限到8月6日，123拍开所已经生果，质疑店家的品管品质。当然会对这间商家会有所质疑他们的品质。品管的部分，对他们的品质这样子是有待需要很大的改进跟加强。麻糍生产厂商解释，商品制作过程中，伫无菌环境之下，经过48点钟脱氧，完全无泄漏才会包装。民众收到的麻糍可能是伫运输过程中损害，才造成脱氧这适合生果。本次商品绝非它在制作或者是包装的过程中发生就是破损，那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运输或者是展售转运的途中发生碰撞，那导致脱氧剂失效。厂商反映，徛伫企业伦理收到消费者反映信息了后，随回收类会回收产品，搁通报卫生局做化验，确认产品生果真正的原因，避免类似情况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树这东石山一大山坡地去横蹲一寡建筑废弃物，还有废土，有到45000栋遐济，大概有18篮球场遐尼大。进前呢，这保七警方有甲地主还有乱倒废土业者移送法办，桥头检方侦查终结，依照违反废清法提起公诉。保七警察开车巡逻，发现一台拖板车开入山区，真维修路，山区又真偏僻，人车来往真少。因过除了涂骹有大车一直开过分裂，要人员指挥车是真可疑。原来这就是不法的土荒业者倒废土所在。砖块、钢筋、水泥、塑胶、木头之类的。基于我们后续直接调查，在扩大调查之后，他们还是不愿公诉来源土方是哪里。警方对空中翕相来看，废土范围人工占满规个山坡，估计有7954平方公尺，数量差不多是45000多栋，大约是18座篮球场遐大。去年8月，保七警方立到一个县长的地主甲土荒业者共谋，选定高雄大树区东照山一个山坡地，甲因家的废弃物甲废土违法改添落去。桥头检方侦查终结。甲这个县长的地主，也有姓王的土荒业者，这6个人，依照违反废清法，该提起公诉。全台废土乱倒情况是一直发生。以中华来讲，2022年有不法的业者，伫中华海线乱倒55处，面积大约35公顷的废土。中华检方也起诉有164名被告，严格环保团体认为讲，将执法力量是无够的。
不管是源头上的这个流向的管控没有办法把关，甚至已经发生了废土倾倒，是营建湖而倾倒在农地上，或者是其他的地目上都没有办法去一个及时的做一个清除。整个执法的态度是非常消极的状况下，我想业者当然会一直持续的不断进行违法的这个行为。中华环保列明讲，这废土除了引建废弃物，有一寡甚至包含有毒的塑胶废弃物，对土地甲地下水拢会造成影响。除了查缉无够力，政府对着源头的管理也有流向，更加无度具体来掌握，这互中南部的偏乡地区真侪这个废土的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这客运司机欠人是欠甲真严重，特别是疫情期间，这公车客运减少车帮，真侪司机就解雇啊。以彰化来讲，这客运司机大概是欠25%，业者表示讲，欠人除了受到这警司少影响，而且这客运司机上班时间真长，还爱面对乘客投诉，这拢会影响到民众找头路的意愿。公车是侪侪学生囡仔、民众重要的交通工具，但是台湾大客车司机欠人严重，尤其前几年受疫情影响，袂少司机换头路。以彰化来讲，大客车司机的亏大概欠2成半的人。以这个车甲人员的比例来讲，大概欠的目前是将近2成半至3成。就是疫情中间吼，咱这个物流业一直发展嘛吼，司机大部分走去物流业。可能是少子化嘛有关系啊。几乎是各行各业都有缺工啊。游览的目前游览的是还好，那年龄层会比较高一点，差不多55岁以上。业者表示，公车司机因为太平时间长，加上这阵市区的路草复杂，各有自由业的选择多，造成司机歹找人，少年人嘛无兴趣。公路局今年就举办5场的大客车驾驶人才招募活动，希望解决欠工的问题。伫今年的9月初7吼。伫中彰化监理站吼，有来办理大客车驾驶的一个扩大的征才活动，驾驶是来去啦。目前来讲，普遍咱驾驶员嘛是拢无够，希望咱所有的有兴趣的大客车驾驶的民众吼，踊跃来参加。公路局表示，透过活动每盒成功的会提供受训补助、生活津贴、就业奖励金。除了中央的补助措施，有的业者嘛有奖励机制，亲像司机介绍金、加做满1年的奖金等等，拢是希望吸引民众投入大客车司机的行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各国的军方也拢正注重军用无人机的技术，伫商业市场也伫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类去到危险的环境进行任务。台湾因为这资通讯设备、莫大电池等等的产业发展到真好，这国产无人机的技术也受到关注。外部协会即阵也拍算要帮助咱国内的无人机厂商拍入去国际市场。为天顶的角度，无人机会使自动锁定目标，调整角度对咧翕。这是国内无人机厂商的技术。俄乌战争发生了后，无人机的技术真受军用市场的关注。不管是白天、晚上，这是红外线，都可以把这个作战的目标标定，甚至去做一个破坏。那乌克兰大家都知道 ，FPV 这个产品啊，用很便宜的价格去把几百万美金的坦克就摧毁了。除了军用市场，也有其他国内无人机的厂商针对商业用途开发有视觉辨识功能的无人机，通帮助人类到危险的所在进行巡检任务。像各位看到，这是室内的巡检的无人机，我们其实有更大型的室外巡检的无人机，主要是用在桥梁巡检。然后也有太阳能厂或者是风力发电的巡检。世界无人机商机快速发展，外部协会统计，2022年无人机产业产值有306亿美金，估计2030年会上涨到558亿美金。因希望甲台湾的无人机行销到国外。中东欧的这些友邦，像立陶宛、爱沙尼亚，他们都很希望台湾能够跟他们来进行无人机方面的合作。外部协会表示，无人机产业也包括伫总统赖清德提出要推动发展的5大新内产业当中。外部协会接下来会透过举办国内展览、参与国际活动，邀请外国厂商等方式推出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中国和菲律宾伫南海一直有主权的争议，正正伫附近海峡呢，这中国的无人机也有军舰，强势影响菲律宾的运补甲政策。
27由美国伫咧马尼拉主办的峰会论坛顶头，菲律宾就指控中国是东协区域制造混乱的源头。美国方面呢是头一届由印太司令级数的高阶将领，讲会当和菲律宾协商，看美军安怎护航菲律宾巡逻甲运补行动。这是进前中国海警巡舰伫萨比纳礁附近海域包围菲律宾运补船只，阻挡菲方运补离岛驻军的情形。更加早进前伫不远远的主比礁附近海域空中，菲律宾渔业单位的巡逻机和中国放烈焰弹来扰乱飞行。菲律宾政府因此指控中国是南海地区上大动乱的来源。In this region, China, although without saying it, and I'll say it for you, is the biggest disruptor of international peace in the ASEAN region. 这一连串事件凸显南海地区紧张情况，各位有主权争议的到达，随时拢有可能因为意外事件来引导直接的武装冲突。对此，美军印太司令部27伫马尼拉主办一场区域防卫论坛。会后对着记者提问，代表美军出席的印太司令帕帕罗公开指出，无排除由美军护航菲律宾的运补甲巡逻的船舰。Certain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consultations, every option between the two sovereign nations in terms of our mutual defense, escort of one vessel to the other, is an entirely reasonable option within our mutual defense treaty. 帕帕罗的回答是真小心，因为美菲虽然有协防的条约，但过菲律宾的宪法甲法律明文禁止外国军队直接参与菲国境内战斗。若是护航中途甲中国巡舰无人机发生烧弄，一定互这个紧张的局势是更加严重。菲律宾政府也讲，正看来也无到要启动美菲协防条约程度，虽讲运补也阁有巡逻任务，现阶段也是靠菲国家己来做。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最近逼出真侪证据，亲像金华城案放伫做被告，政治现金加小白风波，也有使用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为个人使用的商用办公室，让影响到民众党的形象。郭文哲明仔载要召开记者会，就风声讲伊会请假暂时离开党主席。若民众党因暗夜召开党部扩大会议，郭文哲会向地方党部主委全体中央委员说明这政治现金查销进度。怎么看中文看被交保？会不会担心下一个是你啊？现在党内有呼吁。最近最项争议，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决定离到拜四召开记者会，不过敢若说明政治现金案，避免失去焦点。其实郭文哲面临包含2024大选政治现金减少风波、防执期申报不实，也有3大案争议。郭文哲被连做江华城案、北市口案的被告，加上使用选举补助款4300万来买个人使用的商业办公室。明天我们会聚焦在整个政治现金案，从一开始的被虚报。然后呢，虚报当中的金额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们会把完整的单据给大家做一个说明。郭文哲清廉的形象受损，也让民众党的支持度大大受到挫败。基层甚至看出爱郭文哲是党主席，为了平息党内不满，传出郭文哲已经决定要伫记者会现场宣布请假暂离党主席，自请中评会调查。对此，民众党是回应讲，拢唔知影。就伫记者会前一天，郭文哲过去的老神前立委蔡碧如，但晚会也有前秘书长谢立功，李白是出现伫中央党部，关心这查销进度。蔡碧如是认为讲，现阶段爱心机会，也被对问是不是回归中央，要来接这个副主席。说我个人的想法，我是不想的。会想当副主席吗？不行，这个现在需要思考。小草关心我们这些我们的基层党员关心的事情啊，就是必须要赶快止血，止血就必须要使出比较霹雳的手段。郭文哲亲身对外来说明查销结果，不过找第三方签证却是无顺利。台北市会计师公会讲，问过5位轮班的会员，无人接任。对此，民众党回应会继续找可签证会计师。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对台湾甲中国的这同性情伴，因伫咧美国结婚。中国情伴最近要申请来台湾，说互移民署拒绝，落尾是提起行政诉讼拍赢官司。不过移民署确实拢无伫咧顶档，因着搁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要求移民署就要依照判决进行结婚面谈等程序。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直停滞在7、8年前那个状态，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往下推进。甲伴侣分别住伫咧两华，台湾的来源正挂念人伫咧北野的中国籍配偶 Rai， 两个人已经伫美国结婚，不过伊的另外一半被申请来台湾团住，所获移民署驳回，伊提行政诉讼，法院判伊胜诉。不过移民署重新处分，也是再一遍好管。透过诉愿救济成功，相关单位所无作为，互因第二遍提告。这一次的结果，他至少是在上一次的再往前一步。当然希望他们就真的给我们面谈这样子。第二遍的行政诉讼怎么有好消息？合议庭认为，相关法规授权内政部审查，目的是要杜绝弊端，防止假结婚真入境。并是授权机关对两华人民伫婚姻要件抑个结婚的效力有实质的审查权限，要求内政部依照判决进行结婚面谈等认证的程序，专案抑个会当上诉。如果他们没有在第三地结婚，基本上就必须拿出在中国的结婚证明。他们没有办法在中国结婚，等于是所有我们要求台湾跟中国结婚的这些文件，基本上我们同性伴侣都拿不到。两华同性伴侣想要伫咧台湾摕到结婚证，其实有困难。按照国内法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卡伫咧中国并无承认同婚。不过伴侣边已经协助4对同志打官司，做成结婚登记。因若移民署对这回官司败诉，回应讲尊重判决，但是相关行政规划甲配套措施也未完成进程，将会配合陆委会政策，以专案方式协助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是亚洲头一个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虽然这同志人权进步真多，不过民间团体指出讲，针对着青少年的同志，因伫生活和社会上也同款当着真侪无友善的对待。勇敢接受变性的手术，用音乐为跨性别族群发声。乐团成员 Rachel 注意到愈来愈多 LGBTQ+ 的囡仔来听乐团，有时啊，会甲伊讲心内烦恼。他们不敢出柜，他们不敢跟家人去坦白。台湾同志资讯热线根据2020年调查指出，超过4成的同志学生反映，定咧学校听到歧视言论，7成是捌听过教职员讲针对性别气质的负面言论。青少年同志烦恼，敢真正会当伫学校公开身份？这款友善是真的也是假的？是安怎早着立法通过同志婚姻？伫厝内底要是爱业。举例来说，来热线参加聚会的青少年同志，很多人都还是没有跟家人说，偷偷摸摸来参加活动。同志想要交朋友，不过网络伤复杂，谈恋爱要安怎经营？青少年同志普遍拢干那会当家己哪做哪学。热线强调，虽讲即马有制度甲系统，不过青少年同志想要求助的时，煞接受到无友善的对待。比如说，在调查过程当中，他们会一直不停地追问孩子的性倾向，那孩子其实会非常困扰，他到底要不要讲？就是他爸爸妈妈就在旁边，或许他爸爸妈妈还不知道等等之类的。未少少年 LGBTQ+ 的生活和国家政策有明显落差。热线建议政府制定青少年同志的全面性教育政策，嘛协助中高龄世代有更加侪管道甲资源，会当去理解同志，促进时代接受。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咧8月24、25这2天召开遴选课程审议会学生代表，希望有学生代表来表达意见。不过，虽然传出讲有委员用配件来称呼各中小的遴选委员，今仔日就参与者质疑讲这款话人敢有资格做人的遴选委员呢？也呼吁教育部和参与者就要重视囡仔的表意权甲主体性，互大家拢会当自由表达意见。2015年，台湾捌有侪学生参与反乌上课工运动，后来学生才争取到伫咧课程审议委员会通过学生代表参与讨论。所以，伫课审会进前，爱先开遴选委员会来选出学生代表，只要有学生身份，拢会当参加。所有遴选委员指出，伫24、25的遴选会议，有委员出现情绪管理的问题，佮欺负参加会议的各中小学生。当天现场就是有委员们在讨论议事的过程中，就是情绪越来越激动，然后甚至出现言论攻击或是质疑，就是为什么国小、国中生委员在现场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可能用词的幼体化，或是
就是严刑的，就是压迫感这样子。针对这个乱象，有遴选委员和当年反课纲运动的参与者发起联署，呼吁教育部和遴选委员要重视这届会期的各种乱象。因嘛认为年纪甲专业都无关系，无应当用这来刺激年纪小学生敢有资格做遴选委员。那遴选会现场其实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这样子。然后每个学生因为不管是什么年龄层的，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遴选委员，那不应该去忘记他如何去促成学生参与、包容学生不同意见的重要精神。另外，教育部是回应讲，经过调查，会议现场无听到言论偏向幼体化的情形，但是会后解释是有参与者伫网络顶，也是私底下有一寡言论的攻击。教育部是呼吁委员之间应该爱互相尊重。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高雄无水疗移民夜祭典，伫2012年登入做部县文化资产。水疗国小为着要传承这移民夜祭典文化，结合着传统的宋江灯甲红仔戏剧，用台语搬无水疗小城故事，要请武术教练齐东杰来做武术的指导。水疗国小的学生用绳仔抽红仔搬戏，透过甲时代斗阵学台语词，甲无水疗特殊的移民夜文化变做戏剧。参与演出的学生分无同的舌头，同齐合作，有人拍三通鼓，嘛有人表演宋江灯，甲有200多档历史的移民夜祭典特色，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分享。学生大卡步逐摆出腿，拢真有关系。这是渐渐社团的业师腿，指导宋江镇的市东杰教练。50年前，因为基因到无治疗，拜军头师张景清为师，学习推法。后来时代演变，古早乡勇团练豆豆啊消失，传统宋江镇推法嘛愈来愈罕得看到。而较早伫无治疗内底，伊的肠伊特别无受伤。因为你肠伊的物件，毋是举出咧人收钱，迄是咧联络，真有的古册内底，一路拢讲台语，无就国语的，国语讲得到厉哦，袂顺啊，佮兼会拍角啊。感觉不错啊，因为可以学到一些以前人他们在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头旗，它是最前面那一个带头的。市东杰教练表示，无治疗的传统宋江灯真有历史，古早会当做108人的顶头。治疗国小目前有8个学生伫咧学推法，伊嘛寄望这本古早的台语推法会当继续传落去。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来看新竹县台北市对新学期开始会有机器人课程，透过巡回方式去到14间的国中小，除了有人形机器人，也有三太子、人狮机器人等等。透过专业的工程师带学生认捌新科技，增加囡仔对学习科技的兴趣。透过太阳能地当，互红仔机器人振动起来，工程师把专工伫边仔教囡仔制作机器人的原理，学生哪算哪学习，拢感觉真趣味。我觉得这个很好玩，然后我学习到就是用太阳能也可以发电，同学之间可以互相合作，一起完成出一个恐龙，然后一起比赛，一起对战，就觉得很好玩。新竹县台北市因为赶近新竹科学园区，科技人才特别受重视，市公所选伫新学期开始规划出机器人科技课程。学生自细汉就开始接触科技教育，和老师对科技课程也充满期待。对小朋友在学习动手做的能力啊，结合科技啊，真的是感觉越来越有意思，然后可以引起学生非常强烈的学习动机。希望透过这样的启蒙教育，让我们这座科技城的科技教育可以向下扎根，可以让孩子不会输在起跑点之上。目前科技机器人巡回课程拢总安排56场互动体验活动，以及14场的 DIY 实作机器人课程。台北市长讲，这2年 AI 人工智慧长时行，期待透过课程为台湾培养出更加多科技人才。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2019年修正的工厂管理辅导法，针对新增加高污染农地违章建工厂，就要随报随贴要罚金。不过环保团体则发现讲，互人检举的农地违章工厂，无到4成有防处罚，强制贴度的比例是搁较低，只有15%尔。为了控制农地违章工厂的污染问题，2019年修正工厂管理辅导法规定，2016年5月20以后，新增加的高污染农地违章工厂要随报随贴有罚金。环保团体检举农地违章工厂所发现整体财罚比率无到40%，关市政府也拢无做第2摆的复查。像是我们检举了，就是总共的有效案件，也就是真的应该被裁罚案件有477件，但最后我们收到回文，或者是我们在产发署的网站上看到有裁罚的，只有180件，所以说这个裁罚率就只有38% 而已。我检举他一次之后，他可能就很皮的继续的留在那边，继续的什么都不做。哦，那你如果不去复查，他等于就是只要过了一个检举的阵痛期结束之后，他就可以。好像又没事一样的。环保团体讲，毋若实际财罚比率低，即寡互人检举的农地违章工厂，实际上有互人拆掉的，按照公开资料初步计算，比率只有15%左右。我们去访谈县市政府说，你要赶快把就是拆除啊，不然你拆这么少，每年又持续新增这么多家，那你怎么跟得上这些新增速度？那县市政府都会回什么？都会回说经费不足，没有钱。所以人力不足，所以我们做不到。环保团体讲，各县市虽然有非都市土地联合处理小组，但是小组目前敢若处理有重大公安的农地违章工厂。环保团体建议小组应该增加任务，要监督各部会对农地违章工厂的罚款甲贴度进度，各有协调预算，才通落实讲护法的精神。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推销台语的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有影讲台语和120声台文的活动，鼓励少年辈用台语来创作，声辈少人来参加，作品也拢真精彩，咱做回来看。他们跟你张一彩，那个龙须菜，龙须菜，安尼咧台语干嘛做连秋菜？啊，就做龙，以前叫龟仔鸡，台语叫龟仔鸡，真的个，真的啊。伫高雄的学路市场，学生囡仔洗菜市啊，买菜买鱼，拢甲头家讲台语。长期推广台语的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举办2020次有影讲台语的影片评选，得到第1名的是今年15岁高中生谢一杰。头一届家己伫菜市买菜，用自在的台语互动，影片嘛得到评审的肯定。学校其实较少像我这种年纪的人会用台语来开讲，所以我感觉安尼是一个足好的活动。就是甲台语带入来生活当中，莫干那是课本。这届参赛影片的长度限制伫1分钟内，基金会当中选出前3名和3个佳作。另外，基金会原来有办正台的120声台文评选，鼓励少年辈用100字来写台语文，计共是选出16个得奖名单。基金会表示，这是头一届用这么短的影片甲文章来办评选。事实上，要伫这么短的篇幅种出有台语开的作品，原来是一项挑战。字数少其实嘛是一个挑战啦，毋过当初想法就是希望讲，就是短的物件，短物件要伫网络流传嘛，大家较会看。希望就是互更较侪人来对台语也是台文要安怎写安怎写有台语开即个物件会当更较来探讨安尼啦。基金会表示，120声台文的得奖文章有按总的刊伫因所发行的台文网部内底。目前影片和文章评选这2项活动的得奖名单已经公布伫因的官方网站。基金会嘛会伫8月31日举办颁奖典礼，希望台语会当一代拖一代，花开满山坪。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最近天气一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
的。